弟兄兄姐平安。秋天已经到吼，所以咱即马日的温差会足大的哦。所以吼，出门的时阵会记得插一个薄外套，吼，或者是你插一下围巾，吼。啊，若无你若伤晚转去，或者是若无日头的时，你就会感觉冷啊。咱即马时间已经到啊，吼，所以咱要开始咱今日的礼拜，咱三个来祈祷。听党主，阮感谢你。互我会当欢喜聚集伫即个所在，我要仰望你，要敬拜你，恳求你帮咱带领，互所有的服侍同工，拢会当诚侪芳芳的祭献伫主你的面前，将阮的服侍带领正人来到主你的面前。今日伫会中，嘛有人要立志跟对你，嘛有人要伫正人的面前宣认你。嘛有人带幼儿来到主你的面前，要爱主你蒙伊。主啊，恳求你帮咱带领，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享受，搁再一届来到主你的面前，搁再一届向你立志，向你宣认，阮彼此扶持，亲像一家伙仔。恳求你帮咱带领，今日所有的礼拜。在进行的中间，拢会当顺遂。祈祷奉主所叫圣名求，阿门。兄弟姊妹，大家主里平安。咱先来拖连咱的诗歌，第一首是第138首，我是大欢喜，主伫身边。来，咱来拖连这首，这首咱大家应该拢足熟的吼，所以我们都唱两段吼，来开始来，我是大欢喜，主伫身边。来第二段，再阵来滚我心那边，最大的道理要了解，你在那来，这首吼，大家拢唱啊足好诶。好，咱继续来，后一首是226首，咱着感谢上主这段。好，来这首可能咱较少唱吼，咱先听更轻弹一届。咱先听一届吼。伊的那个曲调无讲足长的吼，真短。咱请更轻个一届来，咱来念一段第一段的歌词哦，咱念一届来。咱着感谢上帝最大，做咱拯救石盘，大家着来到伊面前，出声阿乐无电。好，来第二段歌词，咱搁念一届来。万主的主，至大上帝。
赢过世间一切。万山真坤，你手中一时万王的梦。好，来，咱回到第一节，咱来唱一盖试试看哦。来，第一节哦。来，难丢我下手土地多，最后只求救我。难丢爱多一明天，主下我天。袂歹，来第二段，万主的主基督。真好，来，咱试试看第三段，来第三节，请。OK， 到这，袂歹，大家拢唱啊真熟吼。好，安尼咱继续来，搁个一首479首。看即个破碎的世界，咱请苏琴弹一解。这首吼，他没有特定写什么几拍，拢无吼，你就照伊的拍数安尼唱就会使啊吼。因为伊中间有5拍嘛，有3拍，所以你免吼太拘泥形式化，你就直接照他那个节奏唱就会使啊。好，来，咱来念一解歌词，好不好？第一节歌词来，咱来请来看这个破碎的世界，渐渐幻魔无定，求主赐咱伫这世界和平满足。好，来第二段，来歌词来请，期待都听，拍做皮头，心快速连刀，渐渐出去，拢总是和平世界缔造。好，来第三段，咱试看卖第三段，来请，伫这真正无好听。好，来，咱会使来哈，来试看看第一节，但是赶快吼，那个旋律没有很长，短短的。来，咱请第一节来，请。我一个破碎的世界，真正有无见，有主赐我这世界。好，来第二段。然后来第三段。好，咱到第三节会使，好，好，安尼咱行了脱离时歌就结束，咱来预备心来，咱来礼拜。
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我的嘴唇就要报扬你的好名声。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烧祭你也无欢喜。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神。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看轻伊。这时同齐来吟诗，圣诗479首。圣诗479首，看这个破碎的世界。看这个破碎的世界，战争欲望无尽。求主赐愿，伫这世代和平愿望成真。请起立吟全首，圣诗479首。一个破碎的世代，战争欲望无尽。求主赐愿，伫这世代和平愿望成真。期待刀剑拍做犁头，手矛拍做镰刀，战争武器拢总是好，和平世界建造。伫遐战机无顾武器，小草也无出声，地上战争拢总停止，希望已经得正。伫遐武力无顾电位，公义无受阻碍，中国理想实现繁荣，愿望无受破坏。和平邻军牺牲来时，拯救沉沦万邦，为盼望中日升高起，可愿的新恩望。求主带来美好世界，充满仁爱国度，地上和平，直到万代，永甲上主国好。请坐。这是咱同齐用心的诫命来重申咱对主的军地。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
亲像我捌疼恁，恁也着安尼相疼。恁若相疼，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同齐来启用，请掀开后面启用文第56篇。启用文第56篇，也就是约翰福音第1章。三角来启用，创世以前就道甲上帝同在。一直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一切塑造的各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遐会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因毋是对血统，嘛毋是对肉欲。都诚侪人踮伫咱中间。我有看见伊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律法通过摩西颁布。无人捌看见上帝。这时同齐来吟诗，新圣诗226首。咱着感谢上主至大，咱着感谢上主至大，做咱拯救石盘。大家着来到伊面前，出声婀娜无停，请起立吟全首。咱着感谢上主至大，做咱拯救石盘。大家着来到伊面前，出声婀娜无停。万主的主至大，上帝赢过世间一切，万山深基伫伊手中，伊是万梦的王。洋海大地是伊创造，咱着强定无路。规地创造的主面前，着强敬拜虔诚，因为伊是做咱上帝，是阮的高万岁。咱是有君做伊行哩，受伊照顾父亲。请坐。同心来祈祷。创造的主，阮感谢你，你排比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转。第二是，阮若看见日头照光这个世界，阮的身躯边充满变化，有草仔咧大长，有花咧开，阮看到心真欢喜。
亲像在乐园中，你甲阿东在园中散步。主啊，你的创造极其水，甲你相甲实在欢喜。总是主啊，求你赦免阮，因为阮常常阮家己行家己的，阮家己看阮家己所要爱的，阮家己做阮认为对的，阮得罪你，常常将你袂记的。人类上大的罪就是离开你。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常常亲像阮入市要跟对你的时，迄种的坚定，迄种的完全交托。互阮记得阮受洗的时，互阮记得阮入市的时，也互阮所行所做，合伫称做基督徒。主啊，求你怜悯阮，阮的生活上出现大的问题，在这个世界，因为人加添济济，所以阮起足济厝，互这个土地无法度喘气。即马阮嘛面对疫情，互阮常常造成心理的压力、经济的扰动。主啊，这拢互阮心内亲像大涌风台，袂当平静。但是当阮伫迄个所在咧行行的时，也代表阮离开你远远。因为你是平静风涌的主，你是摆比阮以后所要行计划的主。若阮完全的交托，阮就无要惊。随网泛滥伫阮的面前，随网敌人的攻击伫阮的对面，总是主，你要诚侪阮的搬招，诚侪阮的盾牌，互阮无管去到任何的所在，阮拢会当安稳自在。主啊，求你差派阮去听人，对着阮的至亲、阮的兄弟姊妹、阮的时大、阮的时细。对着听因开始，互阮也会当学习听阮的厝边，然后阮会当听你所听的人，迄寡可能生活中甲阮无真侪交陪的人，然后阮会当看到需要、听需要阮帮助的人。求你真正诚侪阮的主，也互阮诚侪真正跟对你的人。求你听阮的祈祷，赏赐阮气力，因为你上知阮倒位无够。恳求你帮助带领，互阮日日更新，无管阮是1岁，也是100岁，互阮永远充满热情，做阮会当做的代志。祈祷奉主所叫圣名求。这是当心来读圣经。咱今日所要读的经文是记载伫约伯记第1章第1节，甲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大约汉语本是记载伫旧约的部分540页。这是我来读约伯记第1章第1节。乌斯的地捌有一人名叫约伯。迄人完全搁正直，敬畏上帝，离开才会歹。第2章第1节，搁有一日，
上帝遐个囝来，家己徛伫耶和华的面前；撒旦也来，伫因中间，家己徛伫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对撒旦讲：“你伫倒落来？”撒旦应耶和华讲：“我伫地上行来行去，遍行伫遐，对遐来。”耶和华对撒旦讲：“你有留心伫我奴仆约伯吗？因为地上无人亲像伊，完全佮正直，敬畏上帝，离开这会歹。你虽然叫我攻击伊，无因端毁坏伊，伊犹原接受伊的宣传。”撒旦应耶和华讲：“用皮换皮，人为着伊的性命，愿了伊一切所有的。总是你伸手，你的手夹着伊的骨、伊的皮、伊的肉，伊就要当面弃绝你。”耶和华对撒旦讲：“看，伊伫你的手头，独独就留伊的性命。”撒旦就对耶和华的面前出去，拍约伯，互伊对骹底到头壳顶生毒疮。伊就用厚叶皮来白伊的身躯，坐伫火湖中。伊的某就对伊讲：“你还阁接受你的宣传吗？叫弃绝上帝来死！”若是约伯对伊讲：“你讲话是亲像遐个戆的妇人人所得讲的，怎样呢？咱对上帝受福气，敢无对伊受灾的吗？”伫这一切事，约伯并无对伊的喙来犯罪。这时，咱请圣歌队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是新圣诗521首甲519首。
这是请牧师来正道，伊的题目是焦点人物。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主伫你的面前，阮感谢你，你赏赐互阮每一天拢伫你的恩典的内面。无论外在环境如何，你犹原保守看顾阮，阮献上感谢。愿主你即时差派信心伫阮中间，互阮来领受对你遐来的话语教导。帮助阮伫阮的生活中活出你的款式，阮将这段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看顾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毋知大家过去，也是讲即马咱手机也拢足方便的，恁有定定咧摄影无？我会记得我摄影的时间是对高中开始。伫我高中的时，我迄阵开始学摄影。迄个时间吼，是用咱讲的迄种单眼相机、底片的时代。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要摄影需要真侪的技巧甲经验伫这内面。因为爱做啥？你要摄影的时阵，爱去调迄个光圈、焦距、速度。伊个爱看要安怎翕即张相片，大家会记得迄个时代无？迄个时代你翕相了，爱摕底片去翕相馆去洗。当相片还未洗出来之前，咱毋知影咱翕的迄个作品到底是如何。所以有时啊，你咧等待迄个相片摕到的迄个时，你才知影讲，哦，原来我翕的是即种的状况，所以伫迄个时阵，咱要摄影，咱爱透过咱每一个人不断咧练习的中间，才会当知影讲，我要翕即张相片要安怎来翕。伫迄个时代来讲，摄影是一个真专门的技术，需要真侪经验的累积。所以，咱伫早时，也是讲现在，咱看到一张相片，其实每一张相片拢有伊的故事伫咧。一个是一间量贩店，伊咧做伊的布置，咱看到伊的主题是啥物？也是讲看到即张天顶或者的云，伊咧表达的是啥物？也是讲即个。日头落山的时阵，咱要看到的是啥物？也是讲即个日出的时刻，有真侪亲像即种风景的图片。无论安怎，每一张相片拢有伊的主题，拢会将焦点放伫某一个所在。咱看相片，相片是要引带咱。入去迄个相片内底的故事，咱当去感受到即张相片要对咱讲的迄个情绪的内面。咱定定咧甲人摄影，咱会去找一个物件，也是讲一个人物，咱会互迄个人成做一个焦点。不过，咱家己嘛有迄个机会，成做别人所看的即个焦点。伫咱的生活中，无论伫倒一个时期，拢有人会成做咱讲的迄个风云人物。伫每一个行业、每一个所在，拢有真特别的人。所以，咱会当看到每一年有真侪机构会来评比讲，今年度啥人是诺贝尔奖的得主，啥人是有影响力的人，倒一间餐厅是讲米其林餐厅。也是讲世界100个上富有的人，无论安怎，其实咱每一个人的心内，拢有一个焦点的人物。也是讲，你的心内有一个人，互你真佩服，互你真做你的一个标杆，互你真敬仰的人。那呢，咱是咧看别人，那你家己咧？
你有欢喜成做别人目睭中的迄个焦点的任务无？今仔日的圣经记载着约伯，伊住伫乌斯即个所在。其实即个所在一点仔的查考找袂到确实的一个地点。不过了啊，伫即个所在，即个图咱会当看到中央插一支红的标签，就伫迄个所在。大约伫约旦河的东边，伫较晚一个平地的所在。所以圣经咧形容约伯是安尼讲的：约伯住伫迄个所在，所以伊是一个完全正直的查甫人。伊敬畏上帝，伊无做任何的歹代志，伊离开遮邪恶的事。即款人住伫即个所在，伊的生活是安怎呢？伫第1章内面咧描写伊的生活是当时的好野人，因为伊有会当对伊的囝儿，对伊遮的精生、伊的羊、伊的骆驼、伊的牛、伊的驴，以当时的人来看做伊是一个好野的人。不过，这是人所看，上帝是安怎看约伯的呢？经文咧讲，当撒旦四界咧行大的时，上帝问撒旦讲：“你要去倒位？”撒旦甲回答讲：“我伫地面上行来行去，四界看看。”所以上帝就问撒旦即句话讲：“你敢有用心咧看我的奴仆约伯吗？你敢有用心咧看我的奴仆约伯吗？”所以上帝爱撒旦注意，即个地面上的约伯，上帝是安尼看伊，讲约伯是一个正直的好人，伊敬畏上帝，伊无做任何的歹代志。这就是上帝所看约伯，伊所做的任何的代志，伫上帝眼中是好的。伫这个所在，咱看到上帝讲，一开始讲伊正直的人，正直会当讲是一个品德，一个品行。正直的人遵守正道咧行代志，伊照道理咧讲话，伊公平无私心，伊袂因为伊家己的处境好也是歹，就安尼放肆起来。所以伊嘛袂因为处境的好也是歹，伊的行为就超过伊应当做的。约伯伊的生活的准则，伊的行道，拢照着上帝的命令咧行。因为约伯做一项代志，我想这项代志，互上帝看伊做正直的，就是当伊的囝儿每一届招因做伙咧喜乐的时阵，咧宴社咧食米的时阵，因为迄阵的宴社，毋是讲今仔食一顿了就结束啊，有可能是生日爱办几落工，有可能是某物的庆典爱几落工才会当结束。当结束了后，约伯为着每一个囝儿，照着摩西的律法，献上烧祭，然后行洁净的礼仪。所以每一届伊安尼做，因为伊想的是，无的确，阮伫拄则迄段时间，无注意的中间，去亵渎上帝的名，去得罪上帝。因为约伯敬畏上帝，所以约伯为囝儿所做一切。咱若对上帝的眼光来看约伯的时，约伯是一个正直的人。伫即规个故事的发展的内面，咱看到撒旦开始攻击约伯，所以约伯失去伊的财产，伊的精神互人掠去，拍散。伊的囝儿因为厝倒落去死亡，一个瞬间，伊的人生的所有的这财产拢无去啊！未来无希望啊！但是约伯
虽然遭有着这一切，伊无犯罪，伊无做邪恶的事，伊无因为失去这所有的，就埋怨上帝。所以当撒旦要搁一届来试探约伯的时，上帝犹原问撒旦同款的话：你有注意到我的奴仆约伯也无？世间无人亲像伊同款，伊是一个正直的好人，敬畏我，无做歹代志。各位兄弟，咱有互上帝所看重也无？当咱每一个人，咱讲咱相信上帝，咱讲咱军队基督，那呢，咱的目的是甚物呢？咱的目的是上尾，敢若迄个上尾要得到上帝的儿女尔吗？我想，伫我细汉的时阵，伫学校的教育内面，定定拢听到一个劝勉的话，讲叫做四维八德。四维是啥？礼义廉耻。八德咧，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伫规个学习的过程中间，一直互人灌输讲，你爱安尼来遵守。这个就真做咱可能每一个人生活中的一个标准伫的，因为只有安尼做，才会当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来讲是好的。你若安尼做，你才是一个模范生。有的学校内面会用这个四维八德，真做因每一个班级的迄个代号伫的，中班、二班、爱班等等的。但是，我讲伫咱的生活中，咱要行出这个模范的时，其实拢会欠缺迄个某一部分伫咧。就是咱真想要完全去达到这个标准，要互社会也是其他的人，互咱有一个好的印象。不过，敢若无论安怎做，拢欠迄块仔物件伫咧。上帝毋是安尼看咱的，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创造的，你甲我拢是上帝所喜爱、上帝疼咱的。上帝爱咱每一个人，迄是因为耶稣基督伊的牺牲所带来救赎的恩典，伫咱的中间，互咱因为相信，互上帝称作义人。今仔日圣礼殿内面，有一位要心灵洗礼，有两位要坚信礼，一位要小儿洗礼。因要伫众人的面前宣告因家己甲上帝的关系，伊要伫咱礼拜中甲上帝立约，愿意全心全意来信靠上帝。我想这是因的决志，因为对打以后，因毋是搁早前的家己啊，因是互上帝所看重的人。所以敬畏上帝，离开歹的代志，嘛是互上帝称作正直的好人的关键。当咱安尼咧做的时阵，你身躯边的人看你的眼光就无共款啊，看你的角度嘛无共款啊。因为上帝看重咱每一个人，互咱伫伊的恩典的内面。咱无去做歹代志，因为撒旦无法度伤害咱每一个人。上帝知影，我相信信靠倚靠伊的人，对上帝的忠心袂改变。失去一切，拄着真大的困境，伊嘛袂去亵渎上帝，袂去毁坏伊甲上帝约定。别因为伊的状况真歹，就去埋怨上帝。那呢？对别人的眼光，咧看约伯是安怎咧？别人所看约伯，只有看到伊外在遐的财富，看到伊有7个囝、3个查某囝，看起来是一个完全的家庭，向顶是一个
做囝做孙的一个象征，有权有势。即个讲，伊是东方迄边的好野人，有上帝同在的表现伫即个内面。精生的数量嘛真多，有7000只羊仔，互人会当对羊仔摕到食物，以及伊的皮、伊的毛，诚做因所需要的。有3000只的骆驼，互伊会当借着即个骆驼去到真远的所在去做牧役的生理。有7000只的牛仔，互伊会当有真大的土地，会当来耕作。300-500只的牛，互伊会当来运用，互遮的物件对即个所在运到另外一个所在。那安尼来看，伊是好野人。你看，咱莫看头前7000、3000、1000，咱看迄个500只的牛仔就好啊。伊敢若是咱即马来看是一个货车。你若一个人有500台的货车，我想伫即个时代，伊真正真好野。你会看到伊的生理做偌大。这是世人目睭中所看到的约伯。但是约伯伫撒旦来看时，伊甲上帝讲，伊认为撒旦失去一切财产，伊的性命互人保全落来。伫即个情形下面，因为伊还佫有命伫的，所以伊袂去埋怨上帝。所以撒旦就甲上帝讲：你即马若去伤害伊的身体，伊就会咒詛你。我想圣经描写这段，互咱其实无法度理解的是，上帝为什么后来允准撒旦？伊允准撒旦，伊互约伯伫撒旦的手中，但是不准撒旦伤害伊的性命。所以撒旦就用一个方法，互伊对头到脚规身躯拢生出毒疮来，成做一个无清气的人。即个有一个用意，伊成做一个无清气的人的时阵，伊就无法度生活伫当时迄个社群的内面，伊就成做即个社会所排斥的人。毋那是众人排斥伊尔，连约伯的太太嘛安尼甲看，讲你为什么对上帝即马阁遮尔死忠呢？你对伊的忠诚度为什么遮尔悬呢？你已经失去一切财富啊！你的身躯生出太高的病，人人拢毋敢去挖你。伊讲你已经互即个社会囥去外口啊，无法度甲人做伙生活。那呢，你怎会去骂上帝呢？你的状况愈来愈歹啊！为好真好野的人失去财产。失去所有一切，家己阁得着太高病，离开这个社会。你得着这个病，你因为这个病去死吧。约伯伫这个时刻，的确陷落伫人生上大的困境。财产忽然间互人抢去，囝儿死伫意外的内面，家己的身躯塞满了太高的病。看到一个好野人，一瞬间拢无物件，连伊上亲密的太太嘛放杀伊。好，我想约伯真清楚家己的所面对的状况，因为上帝讲伊敬畏上帝，所以约伯就对伊的太太讲：你这个有戆的妇人人啊，你敢唔知影家己咧讲什么吗？过去上帝赏赐恩典伫咱的中间的时阵，咱有侪精生，咱有真侪囝儿，咱有遮个恩典，咱真欢喜，因为迄是上帝看顾咱。不过，当上帝降落灾祸的时阵，咱失去一切，那呢，咱就要埋怨上帝吗？约伯真清楚知影。伊知影伊所有的甲伊所无的，
伊的顺境也是逆境，拢伫上帝的手中。所以，当伊面对即个人生上陷落伫山谷的内面的时阵，迄个死荫的威胁伫包围伊的时阵，伊犹原无向上帝开喙来埋怨。各位兄弟姊妹，咱生活伫咱的社区，咱生活伫咱的社会，你敢会在意别人安怎看你的吗？你会在意吗？约伯伊袂在意，因为伊在意的是伊所做、所行、所讲的遮个话，敢有下伫上帝的心意的内面。约伯认捌家己所相信的上帝，伊坚持遵行上帝的心意，互家己成做下上帝所欢喜的人。所以约伯成做上帝向天顶的正经讲，一个人正直，敬畏我，无做歹代志，成做一个焦点的人物。敬畏上帝，正直的好人，离开歹代志，这就是约伯的优点。这个优点，嘛，互伫后壁咱所读的约伯记内面，伊甲朋友的辩论的内面，伊会当继续持守信靠上帝的一个原因。约伯无因为受到打击，而失去对上帝的信心。咱每一个人拢有优点，你有看见家己的优点是啥物吗？你有看见吗？我想咱拢有，只是咱无去详细想的时阵，咱忽略掉咱本身上帝已经赏赐予咱的优点啊。因为你的优点会当帮助你的信用，你的优点，迄是上帝所赏赐予你的恩典。上帝赏赐你的礼物，上帝的恩赐伫你的身躯上。你有甚物款的优点吗？加里文讲，认捌上帝甲认捌家己是真重要的代志。所以加里文伫基督教教义内面，伊有写一句话讲：只有真正认捌上帝，才法度真正认捌家己；只有真实的熟悉家己，才有法度明白上帝的心意。当咱对上帝认捌无清楚的时阵，有可能咱对家己嘛无清楚，所以咱无清楚的时阵，有时啊咱无法度去领受到上帝的恩典，咱无法度知影上帝的心意。约伯成做上帝甲正经的焦点人物，上帝是约伯心中的迄个焦点。约伯敢若注目看伫上帝的身躯顶。今仔日，咱在座的每一位兄弟，以及伫线顶同心做礼拜遮兄弟，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目睭中所救赎的人。通过耶稣基督的牺牲，咱会当赢过罪的限制，咱无互死亡搁威胁啊！我想信仰的道路会起起落落，会拄着阻碍。咱来学习约伯的心，咱来信任上帝的智慧甲大权能。我相信上帝一定将咱所需要的恩典赏赐予咱。那呢，我要问的是：你欢喜成做一个焦点的人物吗？有人讲卖啦，我真歹势，卖啦，卖互人看我，我互人一看我就皮皮喘。总是伫信仰内面，你的答案是啥物？我要鼓励大家，咱应该爱欢喜成做一个焦点人物，因为咱毋是用人的眼光来看，咱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用上帝角度来看。咱毋是要去符合这个世界的喜好，咱是要去完成上帝的心意。咱毋惊这个社会安怎看咱，因为社会价值观甲咱基督教信仰无共款，
因为咱注目的是上帝所赏赐咱的恩典，因此，上帝是你人生的焦点。你的一生拢爱抓着上帝的应允，期待咱每一个人，咱拢敬畏上帝，咱拢做正直的好人，咱拢无做歹代志，咱拢离开这邪恶的事。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同在，求你帮助阮，互阮伫每一个时刻拢敬畏你，互阮伫每一个时刻拢无互遐歹的代志来影响着阮。求你保守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会当亲像约伯共款。牵条着主你的应允，抓条着主你的话语，坚持无放弃。看顾阮，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要举行圣礼典，咱大圣要来洗礼，圣灵洗礼，请咱掀开圣诗第354首，圣诗第354首。咱人既然带罪出世，咱坐咧吟第1节到第2节。咧吟的是请圣灵洗礼，杨宗师来到台前，来做伙来唱。咱人既然带罪出世，就像我归你的记忆。要比你我就像人我，我不到你为我多。心被心被。咱今仔日要举行圣灵洗礼，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过活了后，也未就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就教示因来守。搁互我日日甲恁伫地，直到世间的落尾。伫五旬节的时阵，必得传福音，对听的人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因的罪得到赦免，搁要受到信心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既然主咱的上帝所调的每一个人。亲爱的各位兄弟，亲像当时彼得呼召遐个人来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我今仔日要对杨总师你来讲，你着深信，你着真实来反悔，告别你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一个洗礼，一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的罪得到洗清的记号甲印证，搁要表明你对信神看重的这个顶头生。你要甲主耶稣基督来结连做伙。那杨总师，你要受洗礼，
你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你的信仰，来回答我所要问的。第一，杨总师，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信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第二，你有信息反悔你的罪，也信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第三，你着挖去上帝恩典，一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伫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无？好，来请来。杨总师，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信神的名。阿门。真气。好，回到台下，一两站来，从那边下去。这边。愿平安的上帝，互你一静正性。愿你的神、甲你的魂、甲身躯，伫咱主耶稣基督过来时，得到保全，无通嫌。这时要来宣告，请兄弟起立。杨总师，你已经告别你的信仰来受洗礼。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小会的官兵。接纳你正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以及新的约的恩典的内面。会众请坐，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遮尔啊大。透过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儿杨总师入来到教会，愿你亲身甲伊同在。祝福伊，也求你用信心降落伫伊的顶面来坚固伊，也用恩典赏赐伊，互伊结连伫基督的内面，得到主的充满，永远踮伫你的内面。当伊拄着试探的时，求你保护伊，互伊会真正信仰的好真正。愿你的气力扶持伊。保护伊，保守伊安稳伫你的厅内面，阁互伊会当一世人来服侍你。阮的主上帝，求你逐摆互人咧参加今仔日的圣礼典了后，会阁较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赦免阮，因为离开你的道路，致到阮亏欠了受洗礼的恩惠。求你互阮会完全的反悔。带阮搁转来到你的面前，对担了后，尽忠做你的奴仆。阮安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来，咱请小会员来接纳伊。先做介绍，要面向会众，面向大家。甲大家介绍杨总师，伊差10年前来到咱教会。我顶昨日甲伊伫谈话的时阵，伊讲10年前伊第一届踏入咱教会的时阵，伊感受到伊踏入咱教会是到2楼礼拜堂的时阵，伊感觉伊受到接纳，
伊讲过去伊超侪无共款的宗教的时阵，伊无即种感觉，总是来到咱中间的时阵，伊感觉伊属伫即个所在，伊感觉伊受到接纳，所以站离了后，伊伫即个时刻，伊决心要来跟对主，要来受洗礼，成做上帝囝儿。所以对打了后，咱正兄弟爱时常为伊祈祷，甲伊鼓励，帮助因伫信仰的道路顶面行甲较顺，行甲较好。所以咱用普声来欢迎伊。好，请你有亲人来吗？好，来，请回。煞接，咱要来做献信礼。咱唱圣诗第354首第3节到第4节。歹势，袂记哩，教会有安排属灵的同伴来，教会有安排属灵的同伴吼。咱请以诺长老来成做伊的属灵的同伴，伊要将伊的洗礼证明、圣经还有花来送互伊。好，这是咱要献信礼，咱唱354首第4节到第3节到第4节。咱咧唱的时阵，请献信礼2位来到台上。三位一体，橄榄力量。咱得到帮助是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当即时徛伫咱头前的2位细囝，因伫细汉的时已经受洗礼，今仔日要来行献信礼来告别因的信仰，通接受主耶稣的圣餐。主所听的黄慧谦、林崇珍，恁伫细汉的时已经受洗礼。既然伫主耶稣基督来成做伊教会的会友，恁已经属于伊。上帝恩典已经互恁长大成人，但恁今仔日要伫正人甲上帝面前承认恁的信仰。虽然过去是恁父母替恁告别的信仰，但是即时恁要来归属伊。献家己予伊，也要重新伫即个誓约的内面，要来服侍伊。咱的主耶稣讲，所以既然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要伫我天里的爸面前要认因。所以我劝勉恁，告别恁的信，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来应答我所要问的。黄慧谦、林崇珍。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信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恁有信心反悔恁的罪，也信靠主耶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的赦免也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来服侍伊，一世人行伫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这是咱要来宣告，请会众起立。黄慧谦、林崇珍，恁两人细汉已经受洗，只是恁家己来告别恁的信仰。
我靠教会头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小会官兵，接纳恁2人正做陪参的会员，有份伫主的道以及新约的恩典。会场请坐，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你有起造你的教会在地面上，阁有应允要保守伊到落尾。今仔日，愿感谢你，对这个为世囝所施落的恩典，我嘛感谢你，互教会对这个接纳因，互因会当群我上帝，愿做伙欢喜。愿感谢你，对因的宣告，因的信仰。互因有份伫基督的体内面，愿主你继续帮助因，互因伫信仰内面得到培养，互因伫生活中得到帮助。我嘛恳求你赦免因拢总的罪，因伫即时要奉献家己互你，求你用你的恩典接纳伊，互伊就近你的圣餐，接纳主耶稣的身体甲血时。对你遐来得到听，有份伫你的恩典的内面。主啊，求你用顶面来气力保守因，互因永远属伫你，日日伫信心的内面来引带因，一天一天搁较好，互因伫你的国度的内面永远得到祝福。愿咱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门。咱请小会员来接纳。好，我先介绍恁的正手边吼，崇真，崇真，伊的爸爸妈妈小妹伫咱的中间，还佫其他亲人今仔有来无？哦，有哦，好，来恁车徛徛，互咱佫一摆看来熟悉恁吼。咱虽然拢真熟悉啊啦吼，来请坐。好，今仔日吼嘛真特别，今仔10月初3点，咱圣礼典。伊要更新咧，今仔日嘛是崇真伊的生日，所以伊讲这毋是伊拣的，是上帝定的，所以咱嘛为着伊的未来伫信仰的道路顶面，继续为伊代祷。伊嘛伫咱教会进前的少年团契嘛有真好的服侍所以咱愿上帝继续保守看顾伊。好，过来这位咱嘛应该足熟的自细汉伫咱教会大汉的黄慧谦慧谦来。姐姐不在嘛来，今仔日爸爸妈妈还佫有其他亲人无？好无咱赶快文宏长老咱为着慧谦嘛爱为伊代祷啦伊最近感觉身体有了无爽快，总是咱为伊代祷，互上帝来坚固伊的信心，坚固伊未来要跑走的道路好，咱由原安排2位拢有属灵的同伴崇真是咱韵如执事来，请你甲圣经证书甲花送互伊，来照相。会前呢，咱安排二伯执事来请做伊的属灵的同伴。好，咱搁一家用，好，咱继续为因代祷，来，请坐，请坐。好，咱这时要来小礼洗礼，小礼洗礼，咱这时来唱圣诗352首，第1节到第2节。
请余伟来爸母带来到头前，来，咱做伙来唱。心花所行的礼仪，也有关系伫小里，亲像旧约行甲礼，表明行礼属上帝，甲礼有形色的体。自以来无搁改，洗礼表明有因心，就是起不甲换心。小李洗礼的时阵，伊无明白咱的信仰，所以今仔日小李要洗礼，爱因的父母来坚固因的信心。咱得到帮赞，是对耶和华来。耶和华上帝帮赞咱每一个人。伫马可福音内面有记载，当有人带细囝来就近耶稣，要互伊摸的时，学生责备因。耶稣看到就无欢喜，伊甲学生讲：容阮细囝就近我，无得禁因，因为上帝的国是适合人的。我实在甲你讲，既然心接上帝国，无阁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当入去。虽然咱的细囝无明白伊即个时刻要洗礼的意义，也顾上帝悠然应允，将伊的恩典归互伊，伊嘛会当归伫上帝名的内面。因为恁的细囝是上帝所赏赐的产业，是上帝恩典的约的好事。今仔日你们用洗礼来，互伊成做伫上帝内面的细囝，互因属的基督，成做上帝百姓。所以恁父母爱替恁的细囝伫上帝甲正人的头前来告别恁的信仰。第一，恁有信上帝成做恁的天父，主耶稣成做恁的救主。信神成做恁的保惠师也无，恁着倚靠上帝所赏赐互恁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以及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恁着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培养伊，互伊所行的会当下伫上帝的恩典以及教会的法度内面。恁要安尼行也无？好来。愿上帝祝福你。来，抱着他讲，抱着他就可以，很难抱哈。雨慧哈，是雨慧，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信息的名，阿门。好，很冰。好，咱来宣告，请会众起立。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细囝施予伟接受上帝恩典，归入伫伊的教会，成做未陪产的会员。伊同款有份伫新约的恩典的内面。当这个细囝的父母以及众会友，咱亲身作证，也三角分担责任来培养伊的信仰。直到伊领受坚信礼为止，请坐，咱同心祈祷。主，你将恩典丰丰富富赏赐互余伟，引带伊有平安经过伊的囡仔的时期，求伊脱离
青少年的引诱，直到成人的时，伊会当家己来告别伊的信仰，以及坚持到落尾。主耶稣，你捌伫拿撒勒有经历过世间家庭的生活，愿求你祝福这个世间的家庭，求你赏赐伊的父母有智慧、有能力，互伊会当照顾伊，互伊大汉了后有一个温柔、谦卑、智慧的心，互伊来成做上帝所看做好的人。愿咱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好，来转过去介绍你一下。啊，不，咱小会员先接了哦。小会员妹，开始，咱介绍哈，宇伟，爸爸是彦博，大家应该拢熟悉啦哈。OK， 咱为着这细囝常常为伊祈祷，因为伊到大汉了，伊要坚信咧，愿意伫这段时间内面，伊的信仰得到建造。咱依然有小儿洗礼证书咱请文宏长老来互父母。好，欢迎。好，请坐。这是咱要来守圣餐，咱来唱圣诗538首，圣诗圣诗359首，359首。伫早时，上帝默示圣经。请咱备办心，即马要来守圣餐，有份伫主的道的内面。咱请服侍长老来准备。咱即时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属伫伊教会陪餐的会员、陪餐者来守主的圣餐。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就近我的人决断袂夭，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时所讲的话，
就是照着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所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今年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见若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大概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照着主耶稣的命令，伊的模样，大声咱来感谢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我感谢你。照你永远的祭司，你摆设这个宴席，恳求你差派圣神来圣别我每一个人，也圣别伫你面前食的饼甲杯，互阮接受这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你的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内面，通荣耀你的名。愿咱的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门。这个是主耶稣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这个是主耶稣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这个是主耶稣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请服侍长老。较领圣餐的时，长老会分予恁，恁就从手伸出来，咱莫伸手去摕盘底饼，长老会一个一个分予恁。这个是主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当你摕着饼的时阵，咱会当笑脸数算主耶稣的恩典。这个是主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每一个人所拍破的。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众人破派，咱同齐来领受。食了后，耶稣搁旁边讲：，这个杯是我甲恁所立的新约，是对我的血所流出来。既然恁的时就安尼行来纪念我，咱请服侍长老。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用伊的血甲咱所立的。当咱摕着杯时，咱犹原笑脸，咱犹原来算效上帝的恩典。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用伊的血甲咱所立的。
咱大家啉的时就纪念伊，咱同心来领受。咱做伙来感谢，阮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有极大的疼。阮领受你的圣餐，诚做阮每一个人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佮知影阮每一个人拢是圣经奥妙的身体的一体，是受到祝福的忠实的信徒。恳求上帝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伫咧稳定内面对待以后，阮当荣光你的名。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接下来唱圣诗538首，来教。咱请服侍长了。每遍教会举行圣餐，举行圣餐迄日主日礼拜，教会会有2届的奉献。一届是咱圣餐的奉献，教会会将这个奉献予需要的机构或者是单位。今仔日圣工的奉献，咱圣餐的奉献，咱是要予咱本会国尾目沙路的牧师馆。啊，第2处的奉献是礼拜奉献。为诚侪咱教会平常时运作的经费，即时请备办心来奉献，圣餐奉献。
过来是礼拜的奉献。当咱经历甲孝顺上帝恩典的同时，咱也回应上帝的恩典。因此，咱用心备办奉献，期待着这段疫情较严峻的时间，咱的敬拜、咱的性命，拢会当成长无停。请坐。这是我来报告，咱来读一下咱今仔日的金句，迄周报的第2页。来，同齐来读2解。请，迄人完全搁正直，敬畏上帝，离开这个歹。约伯记第1章第1节。迄人完全搁正直，敬畏上帝，离开遐个歹。约伯记第1章第1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周报顶边有刊登的事项，或者是报告，我就无搁讲。这个时间补充报告一项，就是咱成人主义学今日开始上课，所以11点的时阵会伫骹团契教室的所在来开课。这时毋知有新朋友无？我来看教会消息报告的第4点，咱圣歌队对10月份开始，咱的指挥甲司琴有2位新的同工。指挥就是拄仔带咱伫会前领诗的许义丽老师吼，伊即马可能顾囡仔伫楼顶吼。第2位就是咱的新任的司琴的同工曹伟林老师吼，伫这个所在站起来，让我们看一下。咱甲欢迎。请坐，请坐。这时，咱来吟要变诗，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结束，请牧师来祝祷。
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平安喜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毋忘，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正人伫地，对这条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平安礼，请大家做伙唱完第一节的诗歌以后，咱才开始来彼此问安。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正做神，因为耶稣立光明。因为耶稣，咱有个我的人生，欢喜享受主我名，欢喜给咱的主听。因为耶稣丰富善业子子听。看到45分，不知道谁去哪里，我看到我吓死了。好怕，我要检讨一下，我回去看那个 YouTube。对啊，我看到那个时间我也吓到了。就没听呢，真的是哦。哦，挺多样的啦。不过我感觉西嘞那边我控制的还不错。这后来我主持圣餐，
大家要领杯的时候，我抬头一看啊，仙山欢迎。对。